精神，好出發，精神出發，出發，哇，OK，犀利。冰啊！呢係咪嚟攞船裝啊？睇落好唔住咯，老槍中啦！我炮仗大把貨，我自己話幾撚搶？係啊，拍喺河涌嗰度啊！係咯，鏡啊，真係鏡頭。要插喺好撚在咯！佢住上去喺度嘢，可能自己講。哇！太陽歡迎你啊！龙舟队跨越湘江而来，与龙舟文化架起交流桥梁，欢迎他们。贝港友谊龙舟队以龙舟为纽带，以友谊促交流，以苹果展风采，欢迎他们。请罗志钊主席宣布开幕。广州开发区黄埔区2026年职工龙舟邀请赛开赛。今晚飲邊啲啊？今晚我嗰度啊，係啊，有雪櫃，啱啱買飛櫃。
咁我啲膚色得唔咁多，肯定唔係自己一個人哎，等一下。都畫個白畫都可以。可以廣東話啦咁。可以。邊位記者？我哋都可以。同我一齊哦，各位明白。好，嗱，係，好。好。可以講下呢次參加呢個爬龍舟有咩感受啊？非常之個體驗非常好啦，即係我哋喺香港嚟嘅，我哋香港都好多龍舟比賽，但係個水平其實係有相差嘅。咁我哋呢度嘅水平係我哋之上啦，咁我係咁講，我哋嚟學習同埋交流啦。你接觸呢一個爬龍舟幾耐啦？跟住你咁多年有咩感受？我哋半途出家嘅，我哋差唔多30幾40歲先至爬，而家爬20年啦。我哋嗰隊人嘅平均年齡比較高嘅，大概50歲樓上嘅。咁因為我哋以前其實我哋係漁民子弟啦，因為香港嘅長洲島基本上係一個漁港嚟嘅，好多漁民嘅。咁我哋即係爬龍舟咧，好多都係漁民去派錢啊嘛。咁我哋嗰時細個就接觸到，咁我哋就開始40零歲開始做咗隊，咁而家爬20年啦已經。之前嚟過呢邊未啦？上年我哋參加過㗎啦，所以今年再嚟比賽。有冇呢次過嚟呢邊想爬龍舟真係食啲好嘢或者去咁樣？有啊，我琴晚就嚟咗啦，咁我食咗一餐啦。咁我哋今晚比賽完，我哋都會再今晚會食一餐啦。點解我哋會廣州有冇去到其他嘅大灣區城市去爬？暫時未去過，我哋只係參加過廣州。我哋香港，反而我哋會出去外國多啲咯。我哋香港隊啊，咁我哋就會出去一啲亞洲地區啊，馬來西亞、韓國啊、日本都好多比賽。咁我哋有時都會見到啲上海隊啊、啲女子隊，因為中國嘅女子隊咧喺外國比賽咧，即係東南嘅比賽就通常都贏晒嘅。你都成日出國比賽？以後有機會會去大灣區其他城市？當然有啦，如果有邀請我哋，都會多啲參加，因為我哋都係非常之喜歡國內嘅好強嘅龍舟隊比賽，同埋嗰個感情啊，嗰個氣氛都非常之好。好。喂，點啊？去緊邊啊你？你去緊邊啊？
唉，我哋睇下企喺個高樓上面睇龍舟比賽啊，嘅型啊，係。好，咁跟住接下來嘅就係標準龍嘅鎮街草場啦，直道前去啦。咁啊，第一航道係嚟自黃埔街龍舟隊啦，第二航道紅山街總工會雙沙社區龍舟隊，第三。咁而家大家都叮當碼頭勢均力敵啦，咁啊，好似係喺我哋嘅第一航道黃埔街龍舟隊係跑出咗4個龍頭舟。咁啊，睇翻呢個鏡頭啊！關於呢個有那個有那個。咁啊，因為點解咧？香港長洲亦都有好多我哋嚟自廣州嘅團啦，好似海燕，亦都係屬於北聖蔡李佛嘅一個分支水啦。咁啊，同埋佢哋為海陸好多麒麟啊、客家麒麟啊，同埋係潮汕麒麟嘅一啲好有特色嘅，除咗醒獅隊之外，同埋係麒麟隊。其實香港仲有飄色，是的啊飄色。其實香港這個長洲的龍舟隊呢，他們是經常到粵港澳大山區、大灣區過來切磋技藝的，沒錯，互相交流嘛，對不對？他們的為人都是非常友善、非常熱情的。我們今天也期待他們取得好的成績啊。其實去年他們也過來了，去年過來了，還有其他賽事也碰面過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實對他們而言呢，這個划龍舟就是不是說一個運動了，單純的運動，對他們而言呢，是傳承，是團圓，是刻在血脈裏的文化的根哈。他們爬的是龍舟，守的是家園，傳的是精神。你說得太好了，爬的絕對是一個傳統跟精神。就是很多龍舟隊呢，其實是一個姓氏、一個家族的一個精神進過來的。對，就是一種上至父子兵的感覺。第3支龍舟隊分別係第一航道嘅番禺西聯龍舟隊啦，同埋係中間第2航道嘅觀州龍舟隊，同埋第3航道嘅香港長洲隊。鳴炮一響，我哋勢不力敵啊！叮當碼頭行出嚟，哦，好似偷步喎，等先。好似係唔知係咪上水咧，有一個位置。咁啊，重新翻去起步點啦。咁啊，好似現場係翻起咗少少風嘅。咁啊，呢陣風都唔怕嘅，俾大家涼爽下、舒服一下啦。龍舟最緊要好似我哋成日所講嗰3句話。咁啊，同舟共濟咩意思咧？我哋坐埋同一條船。風雨同路，無論係我哋翻風定落雨，心情好定唔好，我哋都可以乜嘢？最緊第3樣，乘風破浪啊嘛！咁啊，只需要記住呢3樣嘢，同舟共濟，風雨同路，咁先至可以乘風破浪，贏出我哋想要嘅成績出嚟嘅。傑師傅，我覺得你嘅解說是霸氣側漏啊！是嗎？因為差不多還有1小時，我們就可以吃龍舟飯啊！
好，現場開始啦！好，正常，起步啦！好，發力，咁我哋第一航道一啲面都唔俾喎，番禺西聯隊叮當碼頭行出咗差唔多6個碼頭，旁邊嘅船要注意下安全啊！旁邊嘅航道要注意下安全，小心有浪。咁啊，緊追其後嘅係我哋中間第2航道嘅冠州啦，同埋第3航道嘅香港。我哋俾少少地主之餘，反叫一下，俾啲掌聲加油我哋嘅香港長洲隊先嘛，好嘛？藍衫嘅長洲隊，香港長洲隊，俾啲力。咁啊，依然係我哋第1航道嘅番禺，係帶出緊節奏嘅，係行出咗5米左右到。接下來係冠州啦，即係等於係我哋而家係番禺同埋冠州同香港長洲係比賽緊嘅。現在一號龍舟衝上來了，1號龍舟。咁啊，由頭帶到落尾喎，我覺得冠州其實係可以係發下力咯喎。第2航道冠。冇氣啦，冇氣啦，揮揮手啊，冇氣，揮揮手啊，冇氣，好嘢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唉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冇氣啦，好嘢，好嘢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耶，好嘢，好嘢，好嘢，辛苦晒，辛苦晒，唉，辛苦晒啦！唉，好勁啊！呢排爬得好一場，呢場爬得好，呢場爬得好，唉，好嘢好嘢，呢場爬得好，唉。